再来关心伫3月底发生的宝林地西食物中毒的事件，计共通报34例，有2个人死亡。本地伫嘉禾病房的4个重症患者，拢已经清醒了，其中有1个人按算后礼拜要换肝。卫生部组长王必胜12证实，宝林地西食物中毒案件，住伫嘉禾病房的4个重症患者，昨晚拢已经清醒，其中1位后礼拜要换肝。 根据医院的回报，那4位他现在的意识都清楚了，但是他们的肝脏受损都还蛮严重的，可能都要面临这个所谓的肝脏移植，也就是换肝了。那有1位可能下个礼拜就会做换肝了。宝林地西中毒事件是台湾第一遍验出邦克列酸，其中受伫2位患者的马偕病院，是上早发现锁定毒物种类的团队。发现这2个病人都有相近的一个异常点这样子，那所以我们就通报了当时的值班医师，会不会有什么外力介入，是不是被下毒？所以我就紧急的就搜寻一下文献，果然查到说，其实这个全球案例虽然少，但是曾经发生过，就是在2020年广东，他们也是有这个河粉的中毒案。 苏药长讲，2个个案让3天，是靠着医疗团队警觉加详细问病史，掌握到关键就是因拢有食过食物河粉来查文献，判断出台湾第一件邦克列酸中毒案件。因为台湾之前无相关的治疗经验，所以卫福部成立群组，将这边有受伫中毒个案的病人拢加入，互相交流较好的经验。 我们还是希望病人的这个肝脏它有机会功能能够自己恢复。当然不得已到最后必须要进行肝脏移植的时候呢，肝脏移植之后，因为未来他必须要终身服用抗排斥药，那当然会对体能会有一定的影响。 医疗团队用会长电话，重视肝优质的支持，随时监测，以北来器官功能恢复做目标。回头看这件台湾第一例邦克列酸食物中毒的案件，目前死亡率6%，比文献记载致死率3成以上少真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